家家有好事。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周伟。大家好，我係欣欣。啲那位，啲乜嘅事件，我會讀到你有。你猜，家家有何是拄到咧？英英，哈，你啲那位嘿，啊，太歡喜咧。有，你我同愛欣愛味啊？我等去，哈，同意去苗栗嘅太府有。啊，太夫。不過我根本唔想去採草莓呢。莫相愛，唔是驚，我爸啲那位有，我為你種滿山嘅樹，本你做當貴重嘅禮物，做得冇有。好哦。我哋下出啲山打摘下來送俾你有。哎呦，當蟲有，當蟲。嘅藝術真送俾你有，做得冇。做得哦，做得有，歐巴。嘅唔係 freestyle。你根本要我做乜解？哎呦，我是想講吼，按台三線，係啊，按好嘅素材，我又有朋友，講我種樹油。所以你根本我而係唔記得係韓國嘅客家人。所以你根本我做浪漫風嘅係冇？浪漫風。當然有，我所講我喺龍。搞我種啲樹嘅兩個人有，介紹本人做得冇有。好喲！佢哋下人哋分享，蘭開漢還有種樹用有。分享。嗨，你好。哎呦，兩位好，兩位好。各位觀眾大家好。亮啥？有唱韓劇底部度嘅歐巴，來，企好，來，哎，通常兩個人來都是這樣，哎，背靠背，來。有沒有那種韓劇的感覺？好，這個做得好。來，哪位客家人？太府，苗栗太府。苗栗太府，大家突然間唔出冇愛，哪位？我係苗栗市客家人。哦，苗栗市客家人，哇，木竹漢江，有言有態。大家講吼，哎呦，介紹本英英呢啲係乜嘅書？牛樟樹，哎，你當歸蟲，我講啊，缺山缺到死，冇個實咯。你按呢樹林差唔多幾大，按樣形態？也差唔多1年啦。1年哦，佢做對上幾大？哦，動態呢，佢下。其實都會上到動態。動態有。兩三樣我有機緣向下來種啲樹誒。呀，樹嘅原因是因為我話以前嘅製菜手。做辣樹嘅、技術嘅。辣樹嘅技術誒。個誒差唔多都我細個，他們30年前㗎，我爸要。乜嘅？當然。你阿咩當30年前面，30年前。係當細個。真好。當細個，我爸給猛暴性肝炎啦。哦。嗰個時製菜所咪當有請個原住民啊，都做些。個原住民看到我爸不平嘅安嚴重哦，就當照到山吼，吼講我條原住民有個。食咁片嘅靈藥啊！哦，要摘嘅牛樟汁，幫我爸爸來泡茶那種食啦。哦，就原住民啊，佢有個傳統，可能就講啊，可能就地取材啦，嗰樣嘢唔對，唔咩藥嘅啦，就講本食看啊，可能有用吃看啊，結果呢？結果係當然有配合嘅西藥嘅。當然，還有醫生，佢要。講下來啦，講下來以後哈，要哎呀，既然要過醫生嘢以後哈，講我爸要拜嘅台風啊，哪裡風災，其實當然唔錯，係，然後嘅製菜所就尖體咧。哦，尖體咧，那台風動態哦，咁樣。尖體用嘅啥？尖體要梅做嘅，我爸要熟悉的，梅做一隻紅呀。佢想啊，冇做，今後做嘛該好誒。佢要喺山上種樹誒啦，其實佢就想，佢到底要種嘛樹誒？因為我爸講，我倒聽到樹誒咩？佢第一
其像一条一条的种在伊啦。啊，好感人哦！主讲以前站满都输诶，连下这种输诶，一条一条中正了，有点补偿的心理哦。佢种马所谓有想，佢种牛庄你好诶啦，因为牛庄有救过佢一条命嘛。哦。嗰牛庄咩多得青岛，佢想啊，佢冇嚟种牛庄好诶。哦。就开始诶，就开始按样嘅原因啦。今年两公婆开始来接几多年咧？係差唔多去年開始啊，去年剛開始哦，我覺得我有陣時會甲當感同你講，兩三年鄉下當中嘅係咪係感覺，還有鄉下為一件事情而打拼，唔管係歡喜快樂嘅掉嗬，就是一起度過嘛，對不對？一年多誒，就開始有一些成果誒嗬，嗬，古時講今日搶到兩三，嚟本你。介紹一下，乜個很多牛樟，好冇？分享兩下。當然啦，牛樟入菜啊，較少談過啦，講實在話，人家講泡茶啊，較多。好，還有種樹嘅本嚟嘅心愛研油，做啲油。好，開始嚟做菜好冇？呢套係成做乜嘅？第二道做嘅牛樟茶泡飯。嘿，用我们的找到理想来做牛樟茶泡饭。大家如果是按叫誒，你點解最好食就是茶泡飯啲嘛？我最愛吃茶泡飯。唔講我冇試過用牛樟茶嚟泡飯，哈，跟開始嚟做咯，哈。好，當然泡飯一定要有米，要有飯嘛，哈。你一開始出上米咯。嘿，要娘誒，就這個名字叫做我們的找到理想。嘿，你剛才有講嘛？什麼叫做找到理想？找到理想啊，它就是用我們的公館的紅棗，然後呢西湖有機的那個稻米，然後跟我們苗栗自己種的紅梨，那這三個，這是紅梨哦，紅梨你還懂？紅梨，對，鳳梨，那。這三個都是很健康的食材，那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套裝的禮盒，我們希望就是幫助大家有健康的身體，才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。好拍手，好厲害哦！因為佢哋就算係我第就算係青年返鄉嘅楷模之一，佢哋還用其他強年啊，還有3年中哈哈，他們還集結成一本書，你都下來係嘛？出很多浪漫台三線，難怪哦。比度共同到嘅返鄉青年老在地小農嘅故事，你加入大邊嘅故事，你加入糖豆兩啥大邊嘅故事，好來開始做了動有感情嘅料理哈，我先做乜嘅？好，首先我們先把這個米當然洗乾淨嘛，加洗過嘅嘛，洗過嘅啊，然後我們紅棗把它切小塊，切丁啊，切哎呦幼嘅就做得，幼嘅做得，冰落去，哦，直接冰落蛋白係嘛？嗰啲啊轉來鄉下，嘅小農啊、後生人啊，認識幾多誒？一度哦，一度哦，我哋要注意咗。組織一個組織啦，組織一個團體，組織啦，係啦，很多反清復明啦。為什麼？哪個清哪個明？返鄉青年富足人民。哦，反清復明。好有創意，就從倆頭菜共用啊。找到理想，找到理想。反清復明真係情到理想。還是要懂好哈。係啦，我按樣啦。誒冇後生做然後客家係冇講客家誒，真嘅。好，我們現在紅棗切好之後，我們就把紅梨一起放下去。對，紅梨我們也是洗乾淨就好了。對，那放適量就可以。然後我們就要盤子裡面。真正不用了地瓜度。其實倆鳳梨啊，喺倆今年開始將大家注重用神，將開始試嘅東西。唔過其實起來係台灣嘅原住民哦，最主要嘅主食加幫年嘅嗬。係啊，因為其實都台山線沿線嗬，喺度講嘅里山生活當中，因為當中也會一隻糧食啊。你出嚟你講嘅藜麥係冇？藜麥。佢撒下來不用水嘛？我有，不用幾多？差唔多蓋過就可以。哦，差唔多蓋過哈，嚟唔不用好咧，看來不用幾多。當然，因為你是泡飯的話，吼，咩唔好太綿啦，哈，要維持，係要維持口感，哈。後來不用落去哈，蒸籠。
色看黏又看多爱拉皮这条调整啦，嘿嘿嘿。要么对，它会限制。给住后就会全部都迄講吼，迄講木卡迄有天幕嘅花，好用天幕煮，天猫会煮青差不点嘛，多蒸20分钟。好，嘟好晒過來哈，不用，晒來那種嘛該。啊，接下来我们要煮牛樟茶。哦，原來湯汁是這樣子來对的。那这个牛樟茶是用我们牛樟树的叶子，就是你刚刚董成它的叶子去做的。对，那我们已经把它做成茶包了，所以它非常的方便。打开来，打開來煮茶包。嘿，打开来就是茶包，就长得像这样。跟一般來講啊，種料樹嘅嘅環境有當難嘛。譬如講，有些樹它適合高冷，有些樹它適合有冇？有哦，佢因為像牛樟樹啊，吼，佢冇按到水，佢要排水吼，佢叫種得欠水，啊，佢說牛樟樹到山坡地的種青好。哦，山坡地哈，而且它可以防止土石流，譬如它可以水土保持。水土保持青好，因為佢嘅根吼，迄那種五爪型的呀。哦。佢說佢係台灣原生種，然後做水土保持的樹種。好。佢說山後的種呀，吼，看我本山呐。哦，它其實算是非常棒。其實所有的樹都是非常棒的植物啦，種咗超嘅地方哦，不管甜稀，不管甜食，不管 tea， 不管奶，哦，不管營養照顧哈。好，安尼農家嘅安尼嘅牛樟茶，不用下去煮，啊，你要煮幾久？差不多我們煮到你顏色和氣味出來之後就可以了。哦，佢差唔多3-5分鐘就出得咧。佢安尼迄講天幕嘅花加英國一碗水幾久？一滴水，20分鐘，係冇用整籠嘅花，你就算20分鐘咯，咁抽出來。哦，跟20分鐘再來組裝，好冇？好啊，好啊。20分鐘以後，嚟食茶泡飯。好。20分鐘個，哇！20分鐘個好誒，你嘅飯煮好誒哈，加嘅鳳爪，還有鳳梨、紅藜麥，都啲淡薄嘢。我要按就拿出來。好。誰我？你啲木卡會按什麼？我有時候我有出來哈，豆出來。你就攞佢豆出來。畢業做得哪的？係畢業做得哪的？生意哦，我少哦。哦，唔怕。哦，24節這個倒落去係嘛？有冇想到用呢個方式茶泡飯嘅方式呢？因為我就想推廣一種他的喝牛樟茶啦，我有想當到種嘅料理方式，我一檔迄偏向就會青年返鄉的一檔故事的議題啊，因為找到理想哈，做人我就知道做的故鄉哈，尋到自己要做嘅事情，一件事情當重要。人迄無尋到一檔理想，個用上人達標下以後，人可能帶無結局嘅，用轉到去都市地步。係啦，冇辦法流向啦。還有啊，你講青年返鄉呢件事，你看出頭你哋嘅牛樟樹，還有鳳爪也好，米也好，紅藜麥也好，你都幫助到其他青年返鄉，大家做一個很棒的連接，有一個很棒的作品。係感覺講，用上嘅想法啊，然後日本時期一定要用茶泡飯，就會他們士兵在打仗嘛，需要體力。不過因為佢哋是彈槍做的是 ponting， 所以他們要補充維他命 C， 就會想到用茶泡落去是有加。你啱嘅想法讓這個感覺很像邁向理想，對不對？有充分的體力，懂健康啦。係啦，給3號來說來嘗一嘗哦，我沒有嘗過的茶泡飯，不過為了大家的理想，團結就是力量哈。沒錯。龍太甲介紹下，向太甲說的係乜嘅？用公婆做的哈，找到理想以後，好好來食哈，維持一下體力。來，龍太甲講，來向太甲說的係乜嘅？牛樟茶泡飯，來啊！
这样用，又差唔多，就肌肉变落去，cái茶包邊我哋擺都唔怕。唔怕，唔煮唔用啊。哎，你紅棗，你阿龍鳳棗不用下面哈，一點點，哎，生意哦，你等要冇其他皮料。因為我哋想呈現的吼，迄道清簡單的味道，它屬於較清甜的一種湯底啦。來看你色出醬哦，一聽懂哦是，我吃到有茶在裡面的味道，不知道怎麼樣，我們趕快來試吃哈。いただきます，又來了，茶泡飯。給你。好，哎，茶泡飯抹茶，你是叫我們要先吃原味？對，我們先食鹽米啊，先食鹽米哈。當然是看呢。一種茶米哈。這個有一些甜跟紅棗的米湯。那我好像置身於樹林，有一個很特別的香氣衝上來，就是有一種芬多精的感覺。茶香啦，清香。所以它就是多糖濃出的米湯啦。哦，跟茶泡飯沒有茶哎。哎呀，哦喲，你看，倒茶。怎麼要求那麼多？上茶。好，上茶，謝謝。好，哇，來上茶。哦。肉肉的哈，然後把它吃下去，這都香香，好，又愛用上次說過了，動用哎，有一種那個清流在身體裡，真的，嘿，還有那紅藜麥，嘿，它有一個特殊的對，它香味，有個特殊的香氣，帶出叢林的感覺。還有叢林的感覺。我們有個森林。對，還有，因為甜味來自那個紅棗。對。慢慢食吼，其實好簡單啦，人家食得到嘅油滋滋嘅吼，係吼，食開樣會較簡單。唔過雖然講油滋滋嘅啦，吼，安尼食按在咩唔咩攀法。嚴重講啦，客家人習慣上是吃到冇油，吼，就是唔會飽。係啊，所以油得可以上當做，所以你哦，得可以上當中書嘅。拜託嚇，係都中書嘅油，不是動搖油。所以蝦差多做乜嘅？出雞湯啊！雞湯，要撞咗做雞湯哦。都得哦，懂我好吃搶到幾哦。樣咪毛啊！唔會哦，講真嘅咧有，真嘅食看你有。有啲啊，既唔可以幾少年學嗌鵝巴嘅講法嘛？我爸。係咪牛樟雞湯油做得冇？好啊，我做乜嘅？牛撞雞湯哦。嚟牛樟雞湯。牛撞雞湯啊，嗬！你食個凍多種嘅雞湯，鐵板誒你家家又好食，介紹按牛撞雞湯。牛撞雞湯看到2秒嘅時間，我說哇，好期待哦，可能有很多很豐富的乜嘅東西。一看3秒，也簡單，也好食。嘿，我吹這個答案哈，你雞肉帶來的哈，看到啲皮，看到啲肉，我出底啲放山雞吐給，吐給，還有你家看到牛種茶，還有啲鳳爪，增加一點甜味哈。哎，看起來當簡單，不過我想等下做起來一定有你的土力還有功夫出來，先來做好冇？好，開始先做乜嘅？2落水。開火，冷水，哦，你係冷就水，把這個茶包放下去。跟住我嚟先切掉嘛。好，紅棗。中央哈，你紅棗，有一啲甜味好化開哈。現在要紅棗的籽，爆出來，爆出來。啊，一些些的之後哈，我唔錯。你等要冇其他皮料。因為我哋想呈現的吼，迄道清簡單的味道。當然，可以。也係一個基底啊，你看唔靠什麼愛，不要嘛愛，就也清簡單麵頭做出來又清好食的，你可以知道哦，然後不用其他皮料的吧，又這個還個人喜好吧，哦，又冇一勉強講，這邊一標嘛，我有問題，就係一般啊，泡茶，係小水去泡，因為我煮啲茶的時間係冷水。它從冷水到熱水這個溫度的變化，可以把它牛樟葉本身一些
甜分还有味道带的比较萃取的比较完整。哦，就係佢喺冷水你嘅，煮较好吃。佢嘅營養就會帶出來。佢啲米湯會出來較多。嘅牛種茶做的本嘅營養物嘅幫助。聽有人講，有態度式的較無旁邊說啦，個一般。就說好球凍好誒，按不要看唔好水夢誒，可以做的讓你比較改善一點，就是要太需要了，我太需要了，放鬆呀心情。哎呀，那就唔是用在地食材，哇，超嘛，因台灣種出來嘅，像是做的問一下，有時候用薰衣草茶，然後有時候用我們自己的牛樟茶。好，給人茶煮，你不用還煮哈，好，生下來你做乜嘅？啊，鉗龜毛。我鉗龜呢啦嚇，喺夾棍啊，好，個嘢大煲跌開啦，好，哎呦，有啲煮菜哦，個嚟啊吼，雞肉拿過來，而且要大要，唔是不用油哦，唔用油哦，人家雞因為當不用散的雞吼當皮啊，那個雞要先煸煸嘅，好，煸好嘅吼，用一啲油，先拿啲個油煸開來，按用較健康，因為有人講吼。他還有吃懂得大魚大肉咩？係啊！人家我找到理想，沒有健康啊，咁麼吼？這油啊！冇健康的身體怎麼找理想呢？冇辦法達標咩？好，咁簡單呢？我大伯講，我做以食材來借油，給用出最好的利益哈。當你用皮。用較多油嘅嘅麵，不用蘿蔔嘅吼，嘅麵堅練吼。你看下呢，金幣嘅量差唔多，不用幾多雞肉。一般吼，我係一家人吼，做成咗半隻雞啦。哦。你講金幣四三日，你要先按煮好嘅。按用好了。好。來，你煮俾佢煸，俾佢慢慢的煸吼。你啲煸嘅時間吼，我講我看到了，我當上嘅啲呢吼。你剛剛講嘅反清復明的啦嘛，哈，返鄉青年，然後富足人民，哈，呀，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勵志，很特別哦。如果你想要旋轉一下，你 Hellboy 有一張保持的持。我們看，那看不到嗎？保持多一片就是特別的特。你喺乜嘅意見？你係講有特別的意思做啲東西。其實喺我哋山方嘅牛種書，修指甲、修怕嘅某啲東西，佢也係一隻書籤呐。對我嚟講吼，拿對大多數當個很多支持啦。支持，那書給叫支，然後再持，怎麼支持？哦，那你可以幫我做一個特別嗎？也有兩種意思啦。哪兩種意思？對於嚟講吼，我希望支持我，不是我送過，像支持我。支持反清復明哦，還有一種意思嘛？對我嚟講，我要堅持下去。哦，堅持，有沒有？堅持。哎呦，冇堅持，冇人支持哈，我當然堅持下去。好棒哦！我真嘅喺送俾人，我咩吃到安尼當後，送俾人還俾人團講，我送給你是什麼意思？我希望支持我。接書給你就接書給你嘅堅持。很特別。我堅持下去哦，拜託，你當然支持一下，我係就吼，可以到再繼續講，但係再啲嘅精神。發揚下去，仲有人要專業江山鋼鐵啊！真勁，好棒哦！冇堅持的吧，咪我支持你。很有意思啊！我想講哇，這麼特別。你可以特別都給啦。這個嗎？對，這也是我們的許願卡。哦，這個就特別了哈。對，把你的心願寫在那個木頭上面，然後疊起來。茱莉亞，還有嗎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快樂，對，好，心想事成啊！大家下一下哈，好，嘎嘎油。其實那個也是用我們不要的東西，那個都是修怕修下來的東西，書哎，以前這個都是拿去燒掉，那我們覺得太可惜了，所以我們就拿來做加工。
给人家做一些娱乐 DIY 或摆饰。对对对。好，你看到雞肉嘅吼，雞肉要差唔多，但係雞肉變落去，cái茶包變我地擺都唔怕。唔怕，煮唔一樣啊。跟所以唔會腐唔會唔會。所以我有問題係問吼。但譬如講你喺當流行嘅冷泡茶、牛種茶做難嘅。牛種茶其實沒做的，但是每一種茶有它最好的狀態，還有它出味道最好的味道該怎麼去呈現。那牛樟茶如果要做冷泡，我們建議就是先煮好之後放涼，再放冰箱。對，因為冷水泡它的一些甜味比較帶不出來。對。譬如講你一般來講。你阿龍鳳粥不用喊，一點點，生意哦，很燙很燙。剛剛那個碗放在旁邊，等於淥嘅哈，淥一下哈，去均勻攪拌一下。好，加講一般吼，使用來講嘅茶吼，譬如講冷泡茶有茶蜜做嚟變咗地擺度，有啲茶佢唔驚腐嘛，牛樟茶佢會腐嘛？唔會嘅。基本來講，茶做得回沖好幾次，牛樟做得沒可以。有算過嘛？譬如講，它的回沖的次數可以多少次？5、6次。太細，他剛也精神，這種茶包用到極致。當然希望你係啊，上網去ซื้啊，500嘛。500啊，這個可以啦。有一壺茶總係500。好，你看你啊，雞肉愛滾咯，差唔多3-5分鐘出做，因為你變高誒。要照顧熟誒。好，唔煮太久吼，其實咩會落。係，叫佢用啲鹽吼，好啦，少許嘅鹽巴。兩公婆強下來啊！我強下來啊！今日做真唔冇啦，我講佢先改嘢啦。你們兩個好可愛。好，差唔多一樣。好，落嘅。落一下吼。佢茶包出邊我地擺都唔怕。唔怕，有冇用？佢講。佢浸住後，佢嘅膠質會出來。真嘅咯，會有膠質。牛樟樹裡邊有膠質。牛樟葉有膠質。佢做嘛冇直接用牛樟葉，而用茶包。種咪咪有發酵過啊。哦。小咪冇好一些。發酵，唔記差唔多哈。唔記茶包係用板做嘅。茶包好，而且煮嘅食下來嘢哈，而且必雜。早話以後吼，但也都一隻餅嘅樣嘅，像茶餅樣嘅。哦，像茶餅啦，像我們普洱茶，紫後呢？紫後也好餅啊，必陳化，還必發酵。發酵以後啦，6個月。6張葉咯，差不多3年。它2次發酵就是6張葉子。就紅茶的做法。葉子拿下來之後，我們要讓它發酵6個月，然後才去做成。後面才再做成我們現在看到的茶，對，所以它1年只能採1次的葉子，只能做1次的茶。這個冇簡單呢。那有差不多大概手拍加手指加現在做啦。哦，你看不到手。那你過呢哈？一個貨今天來，我們來盛盤了哈。好。實在的吼，每周得用這個當湯底，然後放青菜下去，還有也會很清甜。對，所以實在呀，它會很健康。其實是哎呦，它屬於較清甜的一種湯底啦。因為要雞肉哈，那個放山雞啊，雞肉較油，不過雞肉較甘甜啦。它甘甜，我看你寫出醬哦，一聽懂哦是，我知道有茶在裡面的味道，不知道怎麼樣。龍太家講，我搶太家食咧，係咪干？牛樟雞湯，來。
你一定要用变水浸点哦，非常永远。哦，用变水哦，变水，去烧水咯，烧水就会发甜，就发甜的，总的，你就用它的，它就用它的黄金比例哦。哎呦，黄金比例很不用，750 CC， 对，6片，对，黄金比例，嘎嘎油后生组装了哈。强硬它冻吼，会把一朵冻酱分一块，出暗酱，对啊，有吗？牛樟给桶油，怎么办？那一定要省吃点给桶啊。用清甜的味道嘛。但像清甜，你都那后梅料味哈，在那个舌根这里，它有一个后韵。它顶到这里的时候是一种很厚重的甜哦，会回甘嘛，很会回甘，没讲这种油类的没，所以我觉得是很清甜的。好。韩國我哋提供用辦公煮料嘅茶，會冷茶去煮，和入雞肉片下煮一些入膠質咧，因為我啉通嗰些，感覺我嘅嘴唇就是有點黏黏的，黏黏。膠質都出來。给牛本来就有胶质，但是我们的牛樟茶包下去一起煮啊，牛樟茶的胶质也会释放出来，所以它的胶质感比你单纯的煮鸡汤还要更明显，还要抖，还要抖，不用都隔一天啊，可它会结冻。哦，真的哦，就变给冬。对啊，上面不用变激冻，其实也可以单独吃，因为它其他还蛮轻的。对，有一种做吃激冻的那个。对，没做对啦。因為雞肉本來就係本應體力呀，給人補充鐵的那個肉質了。那在這個搭便宜的嘅牛樟茶，精力滿滿。用吧。唔講用吧。我想愛食甜嘅。你知道 C 模引出来的东西。饭没吃嘞，桶没吃嘞，有一个甜点就会更好。哎，那是甜的，跟人家冇意思，量上来呛出来油，你隔壁有嘛个欧巴做来呛出来。哦，黑欧巴没有包。厲害嘅，我老你講。係啊。係啊，他是我們的這個精力滿滿的超人主廚。哎呦。對。好，分享也出來。好，分享 Annie 來超人主廚撈水炒。啊，超人主廚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呦，點邊冇帶木匠哦？係麼？天花田咩冇帶出來？哎，董事有可能做甜的嘞，做得來做甜的冇？做得啦，做得。做得啦。做嘛來，嘗一下。牛樟枸杞茶凍。茶凍，想唔到，印象會到冇？想唔到，想係實到。可以叫了是牛樟枸杞茶凍。牛樟枸杞茶冻，英什么意啦？哦，介绍两张咩欧巴哦，帅哥，好不好？唔咩啦，因为讲超刚你有谈到那个凯汉讲，他讲了一句谚语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我冇谈过，太家来学他，你懂嘛？该？欧巴冇講歐巴哦。係哦，歐巴係你講韓國話嘅時間，歐巴係乜嘅意思？就是哥哥。對，錯。嘿，客家話歐巴音不一樣，就是有一種說大話的感覺。有一句諺語你有蠻講，就講歐巴開水淋荷巴啦。歐巴開水淋荷巴，係攏講係按你冇呢原因吼，所以講誒。按好牛種書，你冇飽哦。冇問題。好來，開始來做哈。係，我今日教大家做了嘅牛樟枸杞茶凍吼，因為我特點來做全部做鹹嘅，我哋邊做係做甜嘅，吼，凍簡單，你看摸50切，全部50切，你係涼啊就加牛樟茶有冇？係，好，那就用爆煮好咧。那你用爆煮好，跟用中嘛拿人都爆。不用出来。用爆煮好咧。就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很小气啊？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人啊。好，水差不多750 CC。750 CC。倒下去，同樣哦，人家頭前你使用出嚟，人哋講吼，冷水下去煮。係冷水。
应该你有伫遐煮俩的世界有冇？嘿，俩系今咪做茶冻的俩主角，俩很多吉利丁片。吉利丁片吼，嘿当然大家一般要用嘅较多的可能係洋菜，嘿，洋菜。嘿，加洋菜冻以後咧，其實會有鬆鬆綿綿的感覺，吼。做埋冇用洋菜。因为俩茶冻食起来下清爽的哦，你像用洋菜冻食会那种粉粉绵绵。哦，因为俩也适合俩清爽。那啲咧，出像你啲是杏仁豆腐的時間，你用洋菜凍的話，其實係出會較綿，吼。你要用吉利丁的話，是迄個，好，錯，咕溜咕溜。唔倆凍倆來講，變水。好，你一定要用變水浸點哦，非常永遠。哦，用變水哦，變水，嘅小水咯，小水浸喺發體嚟中間。好，啊，你加750cc 的水哈，對俩6片。六片係6片。好漂亮哦。係哦，浸點用啊，幫你浸一下。好。有啲草木滾嘅哦。也有俩枸杞。因為佢會偏甜啦，佢雜嘅量我用蠻雜。看你要啥甜，係講有米絲出好。米絲，我滾下都灌火哦，你去浸一下。浸一下。啊你啊，要定啲。你嘅吉利丁。咁應該會做2種米。2種後米。一種係原味，原味茶凍配嘅牛樟茶，一種係茶凍配啲汽水。哦，汽水。小時候用彈珠汽水啊，古早味啊。感覺好像很好玩呢。啊，好冇？我兩樣嚟吼。用嚟做哪幾多水營造來。哦，茶包面啦，好來。好，表下來。哦，就跑落去咧。你看，佢表下用就會，係，佢就會用起來，佢就一下就用起來。迄講誒，你家冇泡冰水嘅話，你不用下伊可能要煮當久，係冇？用鐵。哦，用鐵，係，一定會泡半斤樣哈。哦。好。很神奇啊！係啊，好神奇哦。嚟執喎。好。第二張好冇？好。裝喺落冇？裝喺咯。痛吃嗎？要。你痛吃。來。好，咪嚟做幫大家嚟組裝啦哈。有枸杞哦，你看下用飲飲咯。哦，不用落去帶下，你木卡有個周邊嘅盒嘅哈。係，冇錯。制冰盒。迄講你有冇不有賣動作動貼貼的，可能有愛心啊，咁你做得。安尼哈。所以你不用下去。係，不用下去。呢啲少少唔怕哈。係唔怕，好，不用下去。好。撒下來。對。你其實看起來就係做嘅茶凍嘅概念嘛，吼，所以講一你用牛樟茶就係溶身嘅感覺，所以就加嘅食材就係比較養生的食材。成日未做得實。係。出一格一格嚟做吼。係一格一格。其實當方便吼。香餅每皮個該炒嘅香唔當香哦。其實不管係做本身顏色，一家是係講搶銀客，春做得，懂健康啊。冬天很方便。我從啲搶銀客凍吼，一定係會擺到凍醬半一塊。哇！算到嘟嘟好咧，還唔上氣喎。好，安尼做得咧吼。啲還有啲花吼。你喺你搭拜師傅介紹本啲食用花，食用花，啲法師都買得到，買得到。而家幫佢配個色凍醬。料理就係安神奇吼，偏偏係泡茶，用冇強用嘅方式來表達口感嘛，食起來就會冇強用，性氣然會冇強用吼。哇，這樣就好漂亮哦。係哦。有粉嘅，有黃嘅，有強嘅哦。凍醬。用做起來又講又簡單。其實咁簡單吼。好。
那就俩用做的有吗？嘿，那一边，哪一边？哎，给你原味的怎么？汽水的怎么办？其实等下该就下晨盘的时间。哦，漳州，你要先变差不多变几久？变90分钟。半点钟哦，变半点钟。好，做好了按讲吼，有看到吼，妈妈，你要煮。其實我係希望不用較冷掉嘅啦，其實不用較冷掉，這樣不用冷掉，佢會輕一啲啲。係，這樣唔會酸體咯，嗬。好，90分鐘，點半鐘轉來組裝。哇！90分鐘咧，用啲便盒啲杯倒出來，吼，出暗醬，係啊，我啲。假使講，你嘅吉利丁不用它倒掉嘅，其實會較硬嘅。哦，佢講上愛是較硬的，有 Q 感多一點嘅，就不用它倒掉嘅。黃金比例哦。哎呦，黃金比例很會哦。750 cc， 對，6片。對，黃金比例，嘎嘎有好食，歐巴，潮果，好，給準備好嘅吼就倒出來，還有人準備好嘅裝盤式，還有人你準備好嘅汽水，還有啲係乜嘅？牛樟茶，好，還有人啲薄荷葉，好，開始組裝。麻煩這位哥攏來開一下水哦。脆大。真好，還好你都會阻止我，不然我都會自己演下去。好，龍家嘅呢個茶凍哈，不用下去，一扎扎不用下去，好可愛哦，而且會短一短的，很 Q 彈，很有種香銀色，懂香銀哈，好。好，那就兩臂做原味，兩臂做汽水嘅哈。哦，原味所以講，農家嘅牛種茶向下倒下去。當然啦，茶最後尾要變變咯，嗬。會變哦，會變哦。出鄉間啲牛樟茶泡飯咧冇用嘅茶，真棒。好，兩比迄牛種茶，兩比迄涼水。嘿，涼水，哎對，涼水哈。涼水。涼水，好，好，來裝飾一下。哎，裝飾一下哦。我看清楚哦，你唔係鹽水哦，你係薄荷葉。哎，我客家嘅係想係用七天茶，然後嘅未做得啊。茶咯。農民家可能取到七天茶用啊。你們很煩呢。其實我知道安尼方法以後哈，譬如講我喺煮雞湯，有陣時我煮一串嘅時候，下班我喺泡茶嘅時間，然後用安尼方法煮成冰塊，有冇？有的好啊。係啊，要講像吃火鍋的時候放在裡面當基底，就是一個冰塊這樣冰咧嘛，變好。咩安尼方法？哈，掉起來一盤大家看，龍大家講，我搶大家食的係乜雞？牛樟枸杞茶凍嚟咯。凉水听懂甜吗？因为那个牛樟的味道在汽水里面让它散开以后，那个味道更冲，我觉得好特别，而且给果冻啊来不及咬，它就不好咽了。又像茶，又像甜品，很有清甜味的艺术品。怎么样？真的。真的哦。冇歐巴。冇歐巴。干杯哟！哦，我舍不得干杯哟。哎，
来里面黑凉水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你看我刚刚连来不及咀嚼，比如说哈叶呢，然后有一股那个气哈，虽然太敢不讲凉水听懂甜某。因为那个牛樟的味道在汽水里面让它散开了以后，那个味道更冲到鼻子这边，我觉得好特别，而且给果冻啊，还来不及咬，它就不好咽呢，好厉害哦！茵茵你的呢？你喝什么的？我喝原味，那感觉就会又像茶又像甜品，有种茶有种凉性，很有暗酱，它就是一个。很有清甜味的艺术品。哎呦，感觉懂浪漫就对了。对，吃了我都变浪漫了。这一集给出来满两位懂浪漫，看连名的都按浪漫哦，熟用。凯汉，开汉，你用啥？用公婆哦，对安尼超哥周的安尼茶冻有嘛感觉？哇，看一下用啥？哎呦，用啥？潘的舌头，潘的舌头。怎么样？真的，真的哦，没欧巴，没欧巴，这是男人的说法。我们来听听看 ，say more 你比较细腻的感觉。我希望对牛樟的茶是懂的，用汽水搭配应该替代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让我有一个新的感想。我觉得放在汽水里面端给客人的时候，他也会很惊讶。对，这个原来搭汽水也这么好吃。对，而且又放了花。好漂亮哦！列出位超人主厨对你的位支持，是浪漫的超人，真的浪漫，哎，浪漫的超人呢！哦，我看你木煮都金起来，平常时木煮暗呢，你刚刚是浪漫的超人，什么意啦？哎，没想到你甜点做的那么好哎，果然是浪漫啊！希望下一次。可以吃到你更多浪漫的甜点，好冇？什么意呢？哈，不过两公婆啊，想要提供啥类有嘛给法冇？有，有希望讲吼，也适当的一条小农啊，返乡人可以本大家看到啦，然后我哋要同上网讲，希望大家团结起来，大家去支持在地的农作物啦。不管佢种的茶啦，佢做的嘛东西，伊都一条线，台山线里边，一代支持一下，一代看一下，听听佢讲的故事，啊，知道也係倾向表达的事情啦。虽然讲看用啥来哦，介绍按多好事咧，介绍按好的青年返乡的故事，不过你用啥浪漫的故事吼，冇时间提按多，下摆有机会再过来吼。好啊。不过答应我之前，你也要先答应我，浪漫的东西不用讲几发好吗？对他说，哎，你我最喜欢看这个了。他说哦，来，对你讲来。谢谢你跟我一路的坚持下去。哦，好。就这样子。对啊，坚持。真劲了哈，坚持啊，坚持。啊，跟你呢，有怕用牙肉公公，它真的就像一棵大树哎哈。那我也只能说，按自说，一路上动辛苦，不过。用的去乡下打拼，就做得有这个未来安尼哦，嘿。浪漫油。后来要干杯啦哈！干杯！神梦三煞咯哈！哎呀，什么因又介绍主厨咯哦。乡亲朋友啊，你身边有按到感人的故事也好，好食的料理也好，好搞的地方也好，有阵时吼。分一点的精神，莫当日都在工作哈，看一条嘅故事，食好食的料理，你说得到当多的感动还温暖。当然啦，喺无限的花，就准时收看呢，嘎嘎有好食哟。欢迎国家来主席，有。当然了哟。今日当欢喜来一只嘎嘎有好食节目，介绍牛樟的茶、牛樟的产品。本大家了解讲，我哋一群反清复明的后生人，都有台山县3万大兵的故事，
希望有一個時間，大家來到台山縣來做了，來親愛的一條香港人來參訪啊，承蒙大家安子西得來了哦。安子西，我嚟睇部情人咯。嗯。